情緒係信號，唔係敵人。心理學發現，情緒本身冇好壞，佢係內心需求嘅信號。關鍵在於你如何理解與反應。一情緒嚟臨時，先覺察再反應。情緒出現係大腦喺提醒你有重要嘅事。深深呼吸，俾自己幾秒鐘，你就能避免衝動，做出更好嘅選擇。而這個情緒若非壓抑或否定，壓抑情緒只會讓佢變得更強烈。允許自己感受係走向穩定嘅第一步，幾多退才能真正放下佢。3、調節情緒，掌控自己嘅狀態，透過運動、書寫、傾訴等方式，把情緒轉化為能量，讓負面情緒成為成長嘅養分。4、情緒穩定嘅人更有力量，能管理情緒，代表你有能力掌控自己，唔被情緒牽着走，才係真正嘅自由。情緒冇對錯，理解佢，陪伴佢，引導佢，你就能活出更清醒、更從容嘅自己。